2025年對於53歲嘅 TVB 資深藝人海俊傑嚟講，無疑係人生入面最至暗嘅一年。呢位喺香港演藝圈摸爬滾打30幾年，曾經喺1號皇庭妙手仁心等經典劇集裏面留低熟悉面孔嘅綠葉演員，喺呢一年嘅歲末遭遇咗毀滅性嘅打擊。佢嘅太太，嗰位同佢相濡以沫，一齊行過近10年光陰嘅伴侶，喺經歷病痛折磨之後，永遠咁離開咗佢。自從太太離世嘅消息對外公布，海俊傑喺處理完一系列繁瑣嘅身後事之後，就好似人間蒸發咁，徹底從公眾視野裏面消失。喺嗰段日子入面，香港媒體多次試圖聯絡佢，都冇得到回應，社交媒體上面都係一片死寂。呢種極度嘅沉寂令唔少圈中好友同影迷感到擔心。大家都知海俊傑同太太感情好深，呢次喪妻之痛恐怕令佢好難承受。直到農曆新年嘅鞭炮聲消散，春寒料峭嘅香港逐漸回暖，海俊傑終於做出咗重返工作崗位嘅決定。喪妻3個月後，海俊傑罕有咁公開露面，現身喺馬道福道新春銀鈴音樂會嘅現場。呢場活動旨在為長者送去關懷同祝福。海俊傑作為受邀嘉賓登台獻唱。果然喺演出結束之後嘅後台採訪環節，當記者小心翼翼咁提及佢嘅近況以及亡妻嘅時候，海俊傑一直繃緊嘅情緒防線瞬間崩塌。佢唔再係嗰個喺台上光芒四射嘅藝人，而係一個剛剛失去摯愛嘅普通中年男人。面對鏡頭，佢幾度哽咽，最終無法控制咁當場泣不成聲，眼淚浸濕咗手中嘅紙巾，都令喺場嘅工作人員為之動容。呢一幕被媒體如實記錄落嚟，迅速傳遍網絡，人哋先至驚覺，嗰個曾經喺銀幕上面總係以成熟穩重形象示人嘅海俊傑，此刻正處於咩樣嘅破碎之中。據現場目擊記者描述，海俊傑嗰日嘅精神面貌雖然比之前傳聞中嘅行屍走肉稍好，但身體狀況令人堪憂。佢整個人比太太離世前瘦咗一大圈，原本就唔屬於肥胖體型嘅佢，如今更加瘦到有啲脫相，顴骨高高隆起，眼窩深陷，下巴尖到有啲突兀，西裝穿喺身上顯得好空蕩蕩。呢種極度嘅消瘦並唔單純因為節食，更多嘅係身心遭受巨大創傷之後嘅生理反應。喺後台接受訪問嗰陣，海俊傑並冇迴避鏡頭，而係大方咁坐喺度，雖然雙手偶然會因為情緒激動而微微顫抖。佢坦言自己嘅情緒至今仍未恢復，甚至唔可以預測真正痊癒嘅嗰一日究竟會喺何時。佢同太太一齊生活咗太多年，兩人之間嘅羈絆早已深入骨髓，呢份感情唔係話放下就可以立刻放下嘅，或者需要以年為單位嚟慢慢消化。但佢同時都強調，唔希望一直令關心自己嘅朋友同家人擔心，所以佢正喺努力調養身體，強迫自己盡快投入到高強度嘅工作入面，試圖用忙碌嚟麻痹傷痛。喺採訪嘅前半段，海俊傑尚可以控制住眼淚，語氣平緩咁講述復出嘅心路歷程。然而，隨着話題嘅深入，當記者多次提及太太呢個詞嗰陣，就好似一把把尖刀刺向佢尚未愈合嘅傷口。佢嘅眼眶迅速泛攻，呼吸變得急促，最終喺提到太太離世之後嘅種種細節嗰陣，徹底失控。佢喺眾多鏡頭前面哭到好似個細路咁，不斷咁抽取紙巾擦拭湧出嚟嘅眼淚同鼻涕，嗰種毫無保留嘅悲傷，令所有睇到呢一幕嘅人都為之心碎。喺情緒稍微平復嘅間隙，海俊傑透露咗一個令人心酸又略帶驚悚嘅細節。佢稱喺太太離世之後嘅呢幾個月入面，唔知係因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產生嘅幻覺，定真係有某種靈魂嘅牽掛，佢幾乎每個晚上都可以睇到太太出現喺床邊。佢話嗰種感覺好真實，太太就企喺度，
甚至仲會對住佢微笑，就好似佢生前每朝早晨醒嚟嗰陣一樣。呢種幻覺嘅出現，喺某種程度上面，竟然令佢感到一啲欣慰，好似太太從未真正離開，只係換咗一種方式陪伴喺側。海俊傑甚至自爆，喺深夜寂靜冇人嘅時候，佢會對住空氣中嘅太太講嘢、聊天，講述呢一日發生嘅事，問佢喺嗰邊過得好唔好。儘管理智話俾佢知呢可能只係大腦為咗緩解痛苦而製造嘅假象，但佢卻沉溺其中，唔願醒嚟。雖然對亡妻有萬般嘅唔捨同思念，海俊傑喺採訪中都表現出想要重新開始嘅決心。佢直言，為咗唔令自己一直沉浸喺睹物思人嘅痛苦循環入面，佢已經開始着手整理太太嘅遺物。佢計劃稍後只會留低極少數具有紀念意義嘅物品作為永久珍藏，比如兩人嘅合照、定情信物等，而其他嘅絕大部分嘢，包括太太生前最愛穿嘅衣物、用過嘅化妝品、日常用品，佢都會狠心全部拋棄。佢話唔想令屋企嘅每一個角落都充滿太太嘅影子，因為嗰會令佢唔可以呼吸。只有清理掉呢啲實物，佢先至可以逼自己接受現實，真正咁振作起嚟。呢番話雖然聽起嚟好殘酷，但係佢為咗自救必須邁出嘅一步。呢係海俊傑喪妻3個月以嚟首度因為工作原因公開現身。對佢嚟講，太太嘅離去唔單止係失去咗一個伴侶，更加好似佢嘅整個世界都崩塌咗。生活原本斑斕嘅顏色，好似喺一夜之間被全部抽走，只剩下黑白灰。但佢心入面清楚，自己唔可能一輩子都深陷喺泥沼入面唔可自拔。生活仲要繼續，逝去嘅人已矣，活住嘅人需要更加堅強。只係呢個調整嘅過程注定係漫長而痛苦嘅，需要時間作為唯一嘅解藥。如今佢選擇走出屋企，企喺舞台上面，本身就係一個好嘅開始，象徵住佢試圖重新同呢個世界建立連接。海俊傑表示，雖然短期內或者仲未可以完全走出喪妻嘅陰霾，但喺對待工作嗰陣，佢會秉持一貫嘅職業操守，一絲不苟，盡量唔令個人嘅悲傷情緒影響到演出嘅質量同其他人嘅合作。回顧海俊傑嘅人生軌跡，尤其係佢同太太嘅相識過程，更加可以理解呢份感情點解會咁厚重。海俊傑早年曾經離開 TVB 北上發展，也就係俗稱嘅北漂。喺嗰段並唔風光嘅日子入面，佢遇到咗後來嘅太太。當時太太係一名專業嘅化妝師，兩人喺劇組相遇。喺異鄉漂泊嘅日子入面，孤獨同壓力係常態。兩個同樣喺為夢想打拼嘅年輕人，喺相互扶持中產生咗深厚嘅感情。佢哋一齊經歷咗5年嘅戀愛長跑。呢5年入面，有過事業嘅低谷，有過經濟嘅困迫，但佢哋始終冇放開彼此嘅手。2017年，兩人終於修成正果，正式結為夫妻。呢段婚姻之所以咁堅固，係因為佢建立喺共患難嘅基礎上面。婚後，夫妻倆達成共識，選擇做丁克一族，冇生育細路。呢意味住喺呢個世界上，佢哋彼此就係唯一嘅依靠，唯一嘅牽掛就係嗰份毫無保留嘅真感情。冇細路作為情感嘅緩衝帶，佢哋嘅喜怒哀樂完全交織喺一齊。呢種深度嘅靈魂伴侶關係，一旦失去一半，另一半所承受嘅打擊係毀滅性嘅。海俊傑曾經喺私下場合話過，太太唔只係佢嘅愛人，更加係佢嘅朋友、親人同精神支柱。悲劇嘅發生其實早有預兆。2025年11月初，海俊傑突然喺社交平台上面發佈咗一條求救視頻，打破咗往日嘅平靜。視頻入面嘅佢面容憔悴，聲音顫抖，向公眾坦白咗太太病危嘅殘酷現實。太太被查出嚴重嘅肝臟疾病，急需進行換肝手術，而高昂嘅醫療費用成為咗擺喺面前嘅現實難題。
手術費用加上後續治療，預計需要150萬港幣。呢對於一個並未大紅大紫嘅 TVB 藝人嚟講，無疑係天文數字。海俊傑喺視頻入面無奈咁表示，自己當時手頭只有80萬積蓄，仲有70萬嘅缺口無法填補，走投無路之下，只能夠放下尊嚴向網友眾籌。呢條視頻引發咗巨大嘅關注，好多圈中好友、昔日同事以及素未謀面嘅網友紛紛伸出援手。海俊傑最終成功籌集到咗所需嘅150萬善款，醫院方面都傳嚟好消息，揾到咗適合太太更換嘅肝臟供體。然而，命運似乎跟呢對苦命鴛鴦開咗一個殘忍嘅玩笑。儘管錢同肝源都到位咗，但太太嘅身體指標卻一直唔穩定，各種併發症接踵而至，導致佢唔可以承受咁高風險嘅移植手術。喺漫長嘅等待同焦灼中，太太嘅身體每況愈下，最終仲未等到上手術台嗰一日，就撒手人寰，永遠咁離開咗深愛佢嘅丈夫。喺太太離世之後嘅第一時間，海俊傑喺社交平台上面發表咗一篇長長嘅悼文。文入面，佢極力克制住悲痛，透露太太走嘅嗰陣好平靜，冇遭受太多嘅痛苦，呢係唯一令佢感到安慰嘅地方。佢逐一感激咗所有喺危難時刻伸出過援手嘅朋友，話喺太太生命嘅最後階段，可以有咁多人給予幫助同關愛，係太太人生中最珍貴嘅禮物，都令佢走得唔咁孤單。至於之前眾籌得嚟嘅150萬款項，海俊傑做出咗一個令人敬佩嘅決定。由於太太最終未能進行手術，呢筆錢屬於專款端用嘅剩餘部分，佢承諾會如數退返俾每一位捐款者。佢話大家嘅心意佢領咗，但佢唔可以佔用呢份善意。喺交代完所有財務問題同後事安排之後，海俊傑便徹底隱身，拒絕咗一切採訪同通告，獨自一人躲喺屋企舔曬傷口。直到幾個月後嘅今日，人哋先至再次喺舞台上面睇到佢。雖然佢喺採訪入面幾度落淚，甚至提及到睇到亡妻幻覺嘅驚悚細節，但佢嘅眼神入面偶然會閃過一啲堅毅。佢知太太一定唔希望睇到佢咁消沉。海俊傑透露，接落嚟嘅日子入面，佢會將更多嘅精力投入到工作入面。TVB 都已經為佢安排咗新嘅劇集拍攝計劃。佢希望透過角色嘅塑造，透過忙碌嘅日程嚟填補內心嘅空洞。喺音樂會後台，當被問及會唔會因為呢段經歷而對人生有新嘅感悟嗰陣，海俊傑擦乾眼淚，沉思片刻之後話：以前覺得名利地位好重要，如今先至發現可以有一個知冷知熱嘅人喺身邊，先至係最大嘅幸福。可惜我明白得太遲，或者話我擁有過最好嘅，卻留唔住。呢句話道盡咗佢此刻嘅蒼涼同無奈。海俊傑喺採訪最後提到，佢最近開始嘗試做一啲太太生前中意食嘅菜，雖然味道總係唔如佢做嘅好，但佢會一直學落去。呢或者就係佢紀念太太嘅一種方式，活成太太希望睇到嘅樣子，哪怕係帶住眼淚嘅微笑，都係對生命嘅一種唔辜負。喺呢個喧囂嘅娛樂圈入面，呢樣一份深沉而克制嘅愛，顯得好珍貴同稀缺。隨着時間嘅推移，傷口或者會結痂，疤痕或者會淡化，但嗰份愛將永遠係海俊傑生命中不可分割嘅一部分。